一般人做木雕创作，可能是为了兴趣，可能是为了经济。两英雄卡起了，稍后沉转细汉时代甜的回忆。写字是爱那个叫刺条，干到刺吼，刺你写字的面这点拢唔好，爱刺面写字吼面写字拢这点拢面良好尔，我挑了面拢面唔好，我面良好，写字拢咁样面嘛，咁面啊讲，就天都炭，就个就通爽。65世纪两英雄回忆讲，细汉时无较快，根本无乜个东西好搞。当下素材千多个就会一条条，所以当时只是在抽屉题材做条变化。做写字吼，因为无嵌粉面，无嵌粉面干佬啊，无嵌粉面，所以说一家刻。我从那个这冲突啦，冲突个结构吼，做起来拄好，么吼做起来较强啦，么拄好我上下，有上短。大摆做记录之前，两英雄只系了两汉的长途，刷下来是得一摆做好。完成太快嘅形体，两英雄也唔是当讲究嘅，爱同表面镂金，颠倒嘅两支刨刀就是得咩好。他佢扣啦，再用设计嘅结扣啦，较袂柔啦，也算较粗嘅，也较柔嘅，都要做两遍。一摆又一摆嘅检查，唔是急嘅时间，一粒记录就是得完成。那样啦就差不多，就揉面，就无一捆吼，就一样就对，一样做了好势，一样就对啦。对于两英雄来讲，他记录当简单，只要将主要嘅技巧掌握好，一切就冇问题。掠就是加中心点吼，样较无准，样个中心点，无是样是样，冇样是冇介困难啦。因为我感觉这你着中心点掠起来，圆规画起来，你圆规画起来，你边仔收掉，你自个刻过来，你着中心点就掠出来。两英雄前后已经刻过几百粒记录，差唔多无自家收藏，拢会送朋友。佢还有一个坚持，就会朝天朝爱用无用嘅装饰，体积系废物利用，天意还是得有香味。装饰我家真香嘛，加空嘅内底吼，迄门打开吼，内底就真香，真好味。那样算抬开，那个用缩小版冲起来。比例差不多偌济？比例我无咧上比例激度啦，我咧上就是讲，我上用比甲花样模仿差不多，样拢差不多，我就做啦。除了记录之外，两英雄还会创造一条缩细版嘅容器，看一下这条头白嘅加拉货。西蒙西工艺术也无精彩。本下是空的武下，本来就空的武下，你样个写字咧爽，可是说样冇样酱的尔啦，样个配起来都唔会歹样。因为两英雄做嘅东西当优秀，有下朋友拜托佢，总下搬到社区发通中心入表。我发觉讲，这个活动中心面宽，看得很真毛彩，迄唔系利用这个素材，来收集种类一条较做的做生意的夹布条，大俩电视。2年之内。一条太细嘅加拉货同缩细版嘅模型，同发通中心打扮起有露头白嘅感觉，还因为安尼变做社区嘅招牌。
日间出批一条物件疗效呢，哇，真多单位拢就来参观，尤其好好的好线就会土作拢加把改落来来俩户外教学来养一条物件也就一个批个社区来俩参观。俩项意外嘅收获，本了英雄当欢喜，见讲还把本了片摆设嘅内容更加丰富。那上就就在做，上摸就摸，都就爱上就就来做了。呢条机会让了英雄重新面对细汉时嘅生活，和本社区更加有特色，也为平凡嘅退休生活加添意义。